The world is changed, and some things that 當 should AI not 開始模仿動畫大師嘅不足，甚至創作出吉卜力風嘅新畫面，我哋應該驚嘆於科技嘅進步，定係質疑佢係咪越界呢？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嘅速度進入人類嘅藝術領域，讓所謂嘅二次創作變得唾手可得，都重新挑戰咗我哋對原創、授權同埋創作倫理嘅理解。許佳龍撰寫嘅文章包容二次創作、保護原作世界，帶出咗一個提問：喺科技同埋創意嘅交叉點，我哋係咪準備好重新劃出界線呢？ OpenAI 旗下嘅 ChatGPT 近日推出咗更強大嘅圖像生成功能，可以生成多樣畫風，就好似美式漫畫風、日本懷舊風、Jellycat 風、阿森一族風、吉卜力風等。唔少用戶即刻將圖片轉換為好似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動畫工作室嘅吉卜力風格，令到呢排嘅社群近日充斥住大量類似嘅 AI 圖。有人質疑咁樣產圖未經原創作者同意就用佢嘅作品當作製圖模型，係咪侵犯咗版權呢？媒體引述知識產權律師指出，呢啲 AI 生成圖像目前喺法律上處於灰色地帶。由於風格並未受到版權明確保護，因而透過 AI 生成就好似吉卜力電影嘅圖像，似乎並未違法喎。顯然，版權爭議嘅本質顯示喺原創作品基礎上嘅再次創作問題。而動畫大師宮崎駿曾經公開反對 AI 參與創作。喺2016年，佢觀看咗一段 AI 生成動畫展示之後表示：我根本唔想將呢項技術同我嘅工作結合。我認為呢啲係對生命本身嘅侮辱，毫不掩飾咁對 AI 生圖嘅反感。呢度帶出咗一個 AI 倫理問題，究竟 AI 能力嘅得勝邊界劃喺邊度呢？許佳龍最近睇到唔少人其實已經使用 AI 進行藝術創作，誠言俾創作加入 AI 進行創新性實踐，唔少人鼓掌歡迎，佢對此都認為值得支持。因為畢竟可以俾作品帶嚟更多藝術上嘅創新可能性。不過呢度都衍生咗需要思考同埋討論嘅問題。點樣劃清重新原作同埋二次創作嘅界線呢？二次創作嘅一般定義係指喺一啲已經存在嘅各種藝術同埋作品，就好似文章、圖片、影片、音樂、歌曲等之上加以改編、改變、加添二次創作人嘅創作，或者以其他形式等進行創作。著名法國藝術家杜象就有一幅重製嘅達文西名畫《蒙羅麗莎》嘅作品，大鬍鬚嘅蒙羅麗莎喺蒙羅麗莎嘅面上面加咗啲鬍鬚。記得10年前，社會其實已經對二次創作問題進行辯論，究竟法律應唔應該容許或者鼓勵呢種創作呢？對此有人贊成，但都有人反對。隨住今日 AI 技術發展，機器學習嘅智能技術應用令到二次創作更為容易。我哋睇到 AI 唔單止從事人類體力勞動工作，如今喺人類感性嘅藝術領域都清楚見到 AI 日益活躍嘅身影。信報加強前沿科技內容 CEO AI 版，逢星期一至五準時登場，搜羅全球 AI 熱話、機械人、生物科技等新發展。與其怕被科技淘汰，不如主動擁抱變革，立即訂閱信報，領先時代。喺呢個新時代形勢下，社會同法律應該對原創作品，包括原創作者對佢嘅心血結晶作品所投入嘅情感同埋創作權益給予幾多保護呢？呢個問題都好值得社會進行深入同埋全面嘅討論。許佳龍認為 AI 嘅藝術原創，正如近日見到個別機構已經開始用 AI 進行全新嘅創作，呢種全新創作實踐應該冇太大爭議。記得紐約佳士得喺2018年舉辦咗一場名為 Prints and Multiples 嘅藝術拍賣會，會上 AI 創製嘅肖像畫首次進入咗拍賣市場，清楚見到如今 AI 進入咗原來專屬於智人嘅創造力同埋想像力世界，咁樣對人類智慧嘅藝術創作能力產生咗啲乜嘢影響呢？筆者唔知道結論，但佢曾經以 ChatGPT 吸引效率同步奪去學習機會撰文，分析 AI 可能對人類學習能力產生下降影響。然而呢個分析結論畢竟係推斷性假設，
如今 AI 涉足人類感性嘅藝術世界，咁樣對人類創造力會唔會產生相似嘅倒退性影響呢？筆者並唔知道，但係持一個相對開放態度。好明顯，利用 AI 進行二次創作同原創性質有所不同，因為二次創作係用咗其他人先前嘅原創作品，再借用外部嘅 AI 技術力量，甚至唔需要咁多費勁工序，就對原作品進行新延性嘅加工創作。對於呢種創作實踐，值唔值得鼓勵呢？許佳龍就抱住一個懷疑態度，因為呢種創作對原創作者同埋佢心血結晶所投入嘅感情，以及佢創作權力係唔係獲得尊重呢？呢個係一個大疑問。再者，二次創作將原創作品嘅人物角色用自己嘅劇情延續落去，咁樣係唔係有違原創作者嘅本意呢？呢個問題都具爭議性。當然，係唔係絕對唔容許二次創作呢？筆者認為都唔需要矯枉過正。以往有唔少小說嘅人物角色為電影或者電視劇加以修改創作之後，將角色人物嘅故事延續落去。有啲二次創作嘅改編取得原作者嘅同意，處理好版權問題，但都有二次創作未必徵得原作者同意。筆者就認為，利用 AI 進行二次創作係唔係獲得原創作者嘅同意係關鍵所在。可能有人會問，如果原創作者已經身故，咁點樣攞到佢同意呢？若非要攞得佢同意，咁咪即係將 AI 同埋二次創作作者嘅創造力埋沒咗？呢個問題需要社會公開廣泛討論。類似嘅問題其實以往曾經喺版權條例立法過程中辯論。究竟我哋應該對原創作者嘅版權保護幾多年呢？版權持有人身故幾多年，版權嘅法律保護依然有效呢？回答上述問題，實在需要社會從全面討論中取得共識。目前，當大家熱情咁樣擁抱 AI，同一時間都需要認真思考原創作品作者嘅版權保護同埋創作權利保護嘅界線要劃到乜嘢地方呢？人類究竟願意將感性藝術世界嘅創作任務賦權幾多俾人工智能呢？呢一啲都好值得我哋去思考。信報加強前沿科技內容 CEO AI 版，逢星期一至五準時登場，搜羅全球 AI 熱話、機械人、生物科技等新發展。與其怕被科技淘汰，不如主動擁抱變革。立即訂閱信報，領先時代。